到云端硬碟，音响，然后右上角选档案，然后按右上角3个点，储存到云端硬碟。按储存，然后去检查一下从桌面那个云端硬碟，云端硬碟，那这个可以选账号，不是啊，你看15G 卡里面有89.7。诶，不是在这里哦。奇怪，那样，怎么都一样的了？不能在哪里啊？选账号了，对呀，这个账号对呀，选另外一个账号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在这里了。哦，刚刚都找不到，现在找到了啊。这个对了，按长按，连接共用设定，可离线存取，然后去贴到微信去贴，
重新开机呀、才有办法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货币的一个作用开始发挥起来了。货币的一个作用是什么？就开始发挥起来了。作为这原因嘛。